想動起來，卻總被疲憊和膝蓋不適勸退。這款運動神器助力單車或將成為你的運動救星。它並非全靠電力驅動，而是採用科學配比，以混合運動模式，讓毫無經驗的運動新手也能收穫滿滿成就感。1. 告別鐵腿，比傳統單車更輕鬆的騎行體驗。科學研究表明，助力車能有效降低40%的肌肉疲勞度，在面對斜坡等挑戰路段時，電機會自動補力，幫助你將心跳維持在最佳燃脂區間，既能持續流汗消耗熱量，又不會累到喘不上氣而放棄。日本的研究更顯示，堅持用助力車的人，3個月後平均體脂下降2.3%，且相比傳統單車使用者，他們更願意保持日常騎行習慣。2. 移動健身房，比行路、跑步更護膝的鍛鍊方式。骨科醫師實測發現，騎行助力車時，膝蓋承受的壓力僅為跑步的1/4。對於體重超標或患有退化性關節炎的人群來說，助力車能有效降低運動損傷風險。以時速15公里騎行，燃脂效率是快走的1.5倍，且能讓你更輕鬆地保持長時間鍛鍊。3. 比健身房單車更有趣的運動體驗。枯燥的室內飛輪訓練，與騎着助力車探索城市和郊區美景相比，大腦分泌的多巴胺相差高達3倍。助力車讓你輕鬆抵達河濱公園、小徑和山道，在運動的同時刺激感官，不知不覺間就完成30分鐘有氧訓練。4. 零門檻日常鍛鍊，比游泳便捷的選擇，無需換泳裝，披上外套就能出發。德國研究數據顯示，85%的助力車使用者每週運動超過3次，遠高於游泳人群的52%。助力車最大的優勢在於隨時開始的便利性，無論是買餸、放狗，都能順便鍛鍊肌力。5. 新手必選，中置電機款的智慧輔助。中置電機電助力單車搭載力舉感測器，可精準感知踩踏力度，就像一位智慧教練，自動調整輔助比例。別再糾結哪種運動方式最完美，跨上助力車，轉動踏板，你的身體已悄然變得強健。